取佢哋嘅財富、人物同埋資源，並且將自己包裝成一個神秘嘅金融家。冇人知道佢具體佢係做啲乜嘢嘅生意，淨係知道佢好有錢，識好多人。呢一個亦都係佢最好嘅保護色。有咗錢，Jeffrey Epstein 開始建立佢嘅獵場。佢選擇咗佛羅里達州嘅中南灘做佢嘅大本營。點解揀呢個地方呢？因為呢度嘅地理環境係為犯罪而度身訂造嘅。中南灘係全美國最富有嘅社區，住嘅全部都係叫 old money， 即係一啲咧固有錢嘅家族啊。呢個 Jeffrey Epstein 嘅豪宅咧就位於呢個 Albury Way 呢一個地方。呢一個大宅啊，價值係1200萬美元，高牆大院，極盡奢華。但係呢一間屋嘅內部設計係充滿住令人毛骨悚然嘅細節。後來警方搜查發現啊，屋入邊嘅每一個角落，包括客廳啦、睡房，甚至係浴室啊，都裝滿咗針孔鏡頭同埋錄音嘅設備。佢唔係單純想拍呢啲四仔啊，佢要匯集一啲黑材料，攞到呢啲人嘅把柄，每一個入嚟嘅權貴，佢哋做過啲咩，講過啲咩，全部都俾呢個 Jeffrey Epstein 錄低晒。而呢一個就係 Jeffrey Epstein